后来，过来是台北市长郭文铁早起先来参加到防灾工作的会议，随后到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工地去视察。台北市今仔日是喊这个风台架，但是风雨哪像无介大。郭文铁承认讲，这个风台架是假喊，也毋过郭市长讲，这风台要转向嘛袂当怪伊。有关选总统的议题，甲问讲。敢有可能做副手，甲其他人夹动来选总统呢？郭文铁的回应嘛真霸气哦！伊讲若是要做副手，不如就继续来做台北市长就好。请灾害应变中心的假，台北市长郭文铁指认风灾无成，去到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工地看风台整备情形。是讲台北市虽然有放风台假，因为你起码大来风雨，敢若无讲真大。这不能怪我的，因为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，台风往北偏80公里的，这妈祖拜拜还是有保佑的。去年玛利亚风台台北市迄一天下晡4点风雨长强的时，才宣布停班停课，和民众未敢并轨。这摆宣布放假，敢是考虑到选票？7点侯市长有打电话给我嘛，他说是不是要提早宣布？后来我说我都没意见了，那只要他们。人事处长叫北北基的人事处长讲好就好，我觉得还是照SOP走的。风台天市长搁较无闲，也毋过郭文铁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合作要进攻2020，风声有够济。郭文铁讲这野寮人袂输是美丽倒啊，开咧头贴共款，甚至有人讲郭台铭烦恼，若是郭文铁无甲伊配合选票，我都移转。你的题目是，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担任副手？因为现在我跟你讲，我担任副手，我继续当台北市长就好了，何必做麻烦？市长敢是忝郭文铁安尼细心细心，是讲敢会将这任的市长做好做满？郭文铁又搁真保留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尽量。听起来郭文铁对台北市有使命感，不过各界拢希望讲伊出来选总统，郭文铁的心内无定着嘛是天人交战。